今日今日来到新竹呢，我访问呢是先前有做过扮演的演长哦，也摆有家庭爱出来献给一个前演长常宪业常元健先生，常先生好。哎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。常宪业还没做的先同人来讲吼，侬也摆还想爱过出来啊，用某东西的身份来参选。你摆要过出来参选哦，最重要因为你下个演长做4年人咧吼，相信是感受到讲政不通人不和哦，你看人不和，就是因为宪政推动这个没有让人民受到感觉，和两个政不通呢可以讲一点啦，相信一起讲。佢有时间就出过咯，冇时间就谈，连基层的民意心上，和有钱办电费，冇钱哦来洗福教，你初心你相信哦，对两件事情非常的冇法度原谅佢，尤其农业研究伫新竹县实行有将近20年的时间，所以俩4年人来，你相信老百姓。看到安因做唔得咧，所以也是希望愿意再次出来参选。我看到嘅主要政见，其中一啲路线图都有讲到讲嘅老年年金，而这个恢复而全面来发吼。不过全面发也对地方政府嘅财政其实係其他嘅负担，更有办法过恢复全面发。我以前认为发老年金一定没钱的问题。其实做扮演的演长的时阵，财政没当好，全国每一场演习给财政好。问题人家主持人员有努力吗？有善忘吗？有用心吗？假使你冇努力、冇善忘、冇用心，你下好的条件你咪做唔起来。新竹县今年有282个预算，持有财源到中央的补助，当然是穷样92。你的发是做的种的人事费，还有192，你那57亿所的发农业金，没爱心来的，临港发展厂、繁星重点厂都按样做，完全没问题。按当然，你的农业金本你的乡亲已经变成一种文化咧，其实靠了农业金来生活咧，非常按多，所以农业金一下边撤退以后，你到农业家。顿失他最重要的生活经济来源。其实，如果唔係要排富的哈，如果係冇拿到的係夠有錢的人，伊能冇拿到。以前認為所謂排富，你來講，你馬總統發消費券，你也沒有排富啊。你做營養午餐也沒有排富啊。你動到的兩個社會福利哦。你看，唔係講救濟金嗰度來排富，你係社會福利，傳染唔係做唔得。新竹縣有呢個條件，但是你主持人員你唔做，你一直講了都，慢慢再留子孫講了都，我知道你啊強欺負農人家。接下來呢，如果經驗別個客家政見的部分吼，因為新竹縣係客家人口比例超高嘅縣市。全國最高。係常先生因為講客家。其實大家講到新竹，其實也馬上都會想到客家咧。咁因為講客家嘅政策喺新竹係有乜嘅應該要做嘅？新竹縣你最有條件去將你客家嘅母語來傳承文化，所以新竹縣你有移民廟，還有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，還有一個本人叫做縣史館嘅哦，本人講叫做客家史料發展館。我本人嗰時講，高中大學係專門教你客家對你客家文化傳承。移民廟係你客家台灣唯一的本土的新民哦。台灣本土新民冇哦，是由移民加工哦。那叫縣史館，你三角左右那些變成鐵三角，所以未來世界所有客家，叫做新竹，你到台灣叫做新竹縣，你新竹縣。最有條件，其實我扮演入面，我嘛做當到對客家有貢獻的兩種的文化的工作，吳濁流、蕭如松、鄧雨賢，
了到全部文学家、艺术家，韩国那种的音乐家，全部安尼由落去发扬光大。所以新竹县其实，我认为佢扮演的时间，做嘛有按到那种的文化界，韩国两个客家，两个到那种的艺术界的，按未记时的呢，你有对动刘欣欣老师，漫画家，你全部落去来，很转来，长期转来做，你啊做只动漫，全部日本人来，外国人来，本该个漫画家马国慈，他是现在都没面子啊。新竹县本来是客家人，从开始大新竹的一些陈定国，然后全部新竹，台新竹体系的人啊，刘欣欣，两个漫画家、发明家，大家都低的。常先生，最后问一啲可能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哈，因为有的人也会讲，侬要把新竹有迄也2-3年咯，可能会讲我讲，有的人会讲新竹讲无人来占下侬落喺穷用嘅，人也会讲唔能嘅余量情节侬会延续按旧安呢？当然这是很敏感的话题了啊。其实，我也在这边，我要在那边讲一句话，邱县长你要做到好，你要拜托去做。但是我嘛一直希望，确实为新竹县的咁嚟候选人，有啲理念，有确实愿意嚟新竹县服务的人，我嘛希望嘅时节，我嘛希望其他嚟选，但是确实，都我为选举之前，喊你请蒙人，我实在讲咧，我也当天人交战，最后，你。我其实到今年求了公演那些，我很多冇讲的先，我到求了公演之后，向前庄以前代表乡亲老人家，你出门去，然后到老人家看到你看了你手讲，常前庄你过出来先，求我的老人家，你谈到的时间，你会当感性啊，所以我讲，你白不在此出来参选。实在讲起来，民意为依归，莫爱实在讲了，爱含饴弄孙呢。主要还是龙眼睛，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因为新竹县已经新竹县发为20年的时间了，你看典型罗百祥都寄望了，你选举前讲冇拖冇欠，结果你冇发，59000人个65岁老人家，被缩在45000个。所以佢一直玩数字游戏，讲这样缩在万人界。我讲用缩在万人界些，唔会讲掠贵章新竹县掠安尼呢，按沸沸腾腾，讲我现在出来先。好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常先生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，而且也感谢乡亲朋友嘅收看，我哋也同样为持续访问过央视常先生，也请乡亲持续收听。